欢迎收看《代志外大条》，我是杨淑晴。这礼拜同齐来关心传统戏出加歌谣。头先来看皮狗戏。伫台北五戏馆最近有一个特别的展览，号做“同思念成影”，将馆内收藏的4000多件皮狗戏选买50件进行展出，望民众加认捌这种古早时代的大众娱乐。戏台下的观众透过光影看布棚后壁的红仔演出，这是古早的皮狗戏。台北古戏馆甲大家较知影的传说，对观众内底讲出来展览。我们选择是一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起源故事，像是汉武帝他思念李夫人，它就是一个皮影的起源传说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思念的情感，去引发大家对于皮影的共鸣。五戏馆表示，馆总有4000多件对清代后期留落来用李皮制作的红仔，特色是寸尺较细身，以古分明为主，嘴唇细等等，民众会当挖近来看，了解红仔的雕刻、纹路、历史，而且正面甲后壁两面拢看得到。其实在这次的展件，我们希望它透过一个两面性，观众他可以看到，原来皮影的正面它是长这个样子，来到背面就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它又原来演师他们在操作的时候，后面是长这个样子。这届的展览分做4个区域，五戏馆精选约50件保存较完整的馆藏，让民众更较了解皮狗戏的起头样式、情境这项强要失传的表演技术。展览会持续到10月底。记者陈阿无哩续凯台北报道。甲真济传统戏曲同款，皮狗戏也有咧求新求变。台北有一个影子传奇剧团，甲原本用梨仔也是牛仔皮做的皮狗戏红仔，改用塑胶片来制作，材料更较好摕，嘛较紧，更较简单。而且伊嘛入去甲学校来教学生囡仔，希望这项传统艺术透过课程甲社团继续传落去。的柱子重达35600斤，不是普通的柱子。台顶当咧办戏出是孙悟空游海龙宫，人戏的是大理国小的学生囡仔。虽然讲花季人红仔的骹步甲姿势有时阵嘛有小可突切，不过针对光影的特效、logo声的节奏，同款真有办势。指导的老师是这位扬子传奇剧团的团长萧明通，伊讲自老爸开始就甲传统的皮狗戏做改良。在传统的时候，常演的戏剧里面就是《西游记》啦、《李哪吒闹东海》比较传统的戏剧，但是对北部的孩子来讲，他们没有共鸣。所以呢，爸爸那时候在推的时候呢，就用现在的那种当时候的童话绘本，像《狼与小羊》这些故事，那用这样的人物去说故事，比较让他们有产生这些兴趣跟共鸣。甲剧情变趣味，台词是看起台语小南，搁较特别的是，用管底是牛仔皮还是梨仔皮做的红仔嘛大改造，改用同款正透光的塑胶片，嘛减省制作的过程。一个牛皮，然后要完成到一只戏偶的话，其实要到5到8天，那费的工时非常的长。我们就找了一个材质叫做透明的材质，透明片的材质。那这个透明片的材质制作起来的话，它一样很透光、很漂亮，然后做一只戏偶，只要2个小时以内，它就可以完成了。改良做塑胶片的红仔2点钟就通完成啊！伫推展亲子教育嘛，更较方便。团长讲，其实皮狗戏有将近30档的长展，真侪学生的父母家己囡仔时嘛无看过，实在是真可惜。所以透过学校驻点，用课程、社团，通互家长做伙理解参与。其实真的都是家长都是非常的赞同，而且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学生回去都会说他在学校有表演啊，或者是整个班一起比赛这样子。那他们就说，学生其实小朋友即使是可能只是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但是他也觉得他是其中的一员。学校表示，剧团自当前就来到学校，是校内表演技术的特色课程。囡仔自3年仔开始就通接触皮狗戏，互因熟悉传统的技艺，嘛利用教育，甲古早文化继续传落去。记者陈阿无哩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传统戏出成人目，在地歌谣传千里。屏东的半岛歌谣节因为疫情延到3月18举办，毋但有民谣大合唱，嘛有乡村囡仔表演的光影戏甲舞蹈，要打造乡村半岛的音乐节品牌。屏东路
恒春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对阿嬷的乐琴唱出恒春民谣《手舞调》，看因身躯嗨甲真有节奏，嘛唱甲真欢喜。除了幼稚园，恒春国小学生囡仔嘛有100人，有人弹乐琴，有人唱民谣，因拢报名参加半岛歌谣节千人团唱。囡仔拢足爱唱的，你要看讲拄啊迄后壁弹乐琴遐囡仔，因就是头先来唱民谣，看学姐因咧弹乐琴看了足欢喜的，因就甲老师讲，因嘛想要学。即摆恒春国小拢总有164个老师甲囡仔报名参加千人团唱，因对顶学期就开始练唱。即阵是逐工早起自修时间练。其实今年半岛歌谣节动员恒春20间的幼稚园学校甲在地居民，有1000多人要做伙伫古城唱民谣。1000多个孩子，我们其实压力是蛮大，而且是占满了整个城墙上下。还有刚搬来的艺人小贤，他也会站在城墙上带着大家一起唱。今年的半岛歌谣节对18到23天是疫情过后恒春上大的活动。19暗时的开幕，嘛有恒春囡仔表演的光影戏甲舞蹈，要用古城顶的民谣歌声传达恒春在地热情。记者陈嘉文、刘伟做屏东报道。慢慢来看到陆队开征300档，屏东就以陆队客家义勇军对抗日本军的故事出版宝贵火烧的绘本，而且由明华园规划来杀出历史大戏《宝贵火烧》，用下届音乐剧的方式展现伫屏东无共族群的故事，望少年辈更加了解这段历史。陆队300年，屏东县府推出这本《宝贵火烧》的绘本，主要是讲1895年陆队义勇军甲各族群做伙对抗日本人，伫宝月楼甲火烧庄这2场战役的故事，用水墨画风格描写这段历史。作者屏东大学教授施碧尊表示，这毋但是客人的过去，对当时台湾其他族群嘛真有意义。即摆屏东人、林小鸟、河洛人。甲咱今仔这步月火烧，6堆客家甲安尼原住民联合起来对抗日本人，这是唯一台湾史上上大第一件的大团结。宝贵火烧的历史，即马改编做大戏，由明华园总团策划，演员伫见面会用无共的语言拍招呼。因为这出戏是用下届音乐剧来展现无共族群的故事，所以毋但有客语，嘛有台语、台湾族的语言，大家做伙守护这块土地。我们现场除了舞台、主舞台，还有副舞台，还有什么观众席，都是我们的表演场地。现场要布置3万株的光芒灰，把那个现场布置起来，还原当时的历史。孙翠红表示，这出戏因已经准备2档26要演出，22000个观众的户外表演是真大的考验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屏东报道。我就问一个囡仔讲，台语听我野手，一个拢无。台语听得懂的举手，大家就举手了。安尼就知影讲，因台语是听无的状况。所以你讲皮胶戏要演全台语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伫台北啦，伫台北来讲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路车，大家来看我拍一个拳头舞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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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！我不只会晓拍拳头舞，我阁会晓拍练道哦。大家好，欢迎登来第2歌大调。李路车拍练道，这呢精彩演出，就是台湾3大红仔戏之一的皮胶戏。但是，即阵社会大众对皮胶戏比较较青分，到剧团毋望透过教育来传承皮胶戏文化。今日来宾就是头拄则演出的影子传奇剧团的肖乃成老师，老师欢迎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老师有人讲啊，皮胶戏其实是电影的开机组啊，因共款拢是透过即个光影的投射来做一个演出啊。想要先请教老师，皮胶戏其实伫上世纪、上史行的时期是当时？应该是讲吼，日本时代至前的时阵，台湾的皮胶戏有到60-70团遮尔济。啊，日本政府来台湾统治的时阵，就因为爱讲日语，啊，真济物件戏剧嘛袂使演，啊，然后团啊就愈来愈少，差不多迄阵就降到30-40团，等于减一半。啊，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，然后电视、电影开始发展，所以大家就去做迄电视、电影较好看、较精彩啊，变化较济啊，所以大家就拢爱去看皮胶戏啊。啊，到即马皮胶戏差不多就是剩4团。剩4团，全台湾敢若4团。对，啊，高雄传统戏差不多是3团，啊，台北就是有剩阮1团，有咧教的啦，有咧学的啦。但是你家己是伫啥物机缘会你去接触到这个皮胶戏咧？自我细汉时阵啊，阮爸爸就是去高雄学皮胶戏，啊，我自国中的时阵就看阮爸爸咧人皮胶戏，啊，就感觉讲，袂歹耍，啊，人皮胶戏一个人嘛并无练，所以就是讲，就讲啊，叫阮哥哥，叫我啊，叫阮妹妹，厝的人来斗下手，啊，做伙来演。啊，人感觉讲，这真趣味啊！我大概演啥，观众会笑啊，感觉这敢有成就感，就感觉讲袂歹哦，算这敢真好耍。所以你头拄才有讲到，咱全台湾即阵皮胶戏剩4团尔，尤其是南部较济，南部3团，所以伊即个流行的甲地区有啥物款的关系吗？自早对中国大陆传入来的时阵，就是伫南部来发展较济，啊北部本来就是较无咧发展。啊，所以上后尾春来的时阵嘛是伫南部较济，啊，所以布袋戏、啊咖喱戏拢是伫高雄。所以你伫北部咧进行推广的时阵，敢有啥物较困难呢？第一上困难的时阵，就是讲你传统的皮胶戏，你就爱讲台语。啊，迄时阵台北的囡仔，莫讲台北观众，囡仔嘛拢听拢无。啊，你若要讲全台语，就是讲无人看。啊，一个戏剧若拢无观众，啊，这搬戏就歹搬落去啊。所以，阮就改做国语、华语安尼，所以变做讲较侪囡仔会使听到讲，哦，你咧演啥？你咧搬啥？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讲，即个故事以前拢是演传统的故事，比如讲《李罗车闹东海》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即种物件囡仔嘛无看过，尤其李罗车闹东海即个物件，变做讲囡仔讲这对这个故事诚青分。啊，就变做讲人无歹爱看，所以阮就开始用囡仔看有诶较卡通诶物件，就去演，啊囡仔就开始接受。但是即个红仔造型角色变化了后啊，甲恁咧制作红仔顶悬的技术，敢有需要有一个磨合期，就是制作的一个时期。是有诶，因为传统红仔吼用牛皮做，啊伊爱雕刻，所以伊诶工法吼真困难。啊，但是即马阮是用塑胶的，所以就伊的制作是真紧，用麦克笔画就好啊，用加刀加落来，啊伊就会使做钉起来，就会使做一只红啊。所以咧教学的时阵，囡仔咧学的时阵，伊就变做足简单。你头先讲到，其实咱的即个红仔枕头啊，制作是用即个动物皮，有牛皮啊，佮有梨仔皮等等的。咱即马才嘛有两个红仔，会使甲咱介绍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传统的用牛皮做的红仔。啊，楼顶你会使看到这吼，你看伊的面，这是用斩刀吼，安尼一刀一刀斩出来，吼，一刀一刀安尼斩出来。伊这是幼路的呢。系啊，所以你做一只红仔，哦，自一个牛皮，一领牛皮到一个红仔做出来，差不多一个红仔要做差不多1礼拜的时间。啊，你即马若叫囡仔来学，莫叫囡仔，叫学校老师来学，我看1礼拜大家就拢走了。集中力较无遐强就对，对，大家就分心吗？所以这制作时间哦，变做又足长的，所以阮就即马吼用改良的，用即种塑胶片的，吼，塑胶片的，伊做起来吼吸水，吼共款嘛是真水安尼，吼。但是因两个咧演出，实际上来讲，敢有啥物款的无共？效果？效果伫布幕楼顶看起来，效果其实是拢共款的，然后只是讲吼，即个加一个即个吼较有价值，红仔做起来是较有价值，比这塑胶的嘛，就是塑胶的伊是价值
较无遐好。但是重点是讲，阮爱甲戏演出来，互大家看，啊是戏剧有价值安尼。剧团啊，可能应用即马现代人佮有囡仔学习的需求，所以为动物皮牛皮改做即个塑胶的。安尼即个改良的过程，敢有较传统保留传统的戏团，感觉讲安尼敢若无啥会接受，敢有即种声音？是较袂有即个声音啦，会讲吼，讲啊恁做这吼较紧啦，较方便啦，但是传统的物件敢会拢单调去？其实是袂啊，因为阮爸爸甲阮讲吼，因为翁仔设计吼，阮嘛是吼照古早传统的物件共款去做。比如是讲吼，你的手共款是三十的，你的骹共款是会使踢骹的，因为传统的啊，传统的翁仔，像这是吼相拍用的。啊，所以吼，伊个骹就爱会使读，吼，伊骹就会使爱读开，吼，伊就爱读开。功夫爱会使垫出来功夫共款嘛是爱会使垫，啊，然后现代的，阮若做现代翁仔时阵，你共款嘛是爱做甲安尼，所以伊个共款，伊个身躯的动作拢爱有共款。阮就是甲即个物件留落来，传统的物件精髓拢留落来，啊，互囡仔知影讲传统的物件现代嘛会使做着，啊，只是讲材料的部分，因为即马牛皮。真歹处着，伊个嘛高工嘛，对啊，嘛高工，所以阮甲物件换做即个现代塑胶的材质。咱头才有讲到，其实要搬戏啊，上重要就是观众，所以咱影子剧团其实嘛真注重即个教育的传承，甲即个皮胶戏文化带入去校园。所以你去校园了，敢有发觉到学生的反应如何？去学校的时阵哦，当初是阮老爸开始教的时阵，啊，佮阮阿兄拢伫学校咧教，就会拄着讲囡仔讲，你若要讲全台语。我就问一个囡仔讲，台语听有无举手？一个拢无。台语听得懂的举手，哦，大家都举手了。啊，安尼就知影讲因台语是听无的状况。啊，所以你讲皮胶戏要演全台语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伫台北啦，伫台北来讲。所以阮伫教的时阵就譬如讲，但是阮阁想要讲，教这台语教互囡仔，安尼要安怎教？所以伫戏剧内底就去改编。吼，甲真趣味的台语藏伫戏剧内底，短短啊一句，啊囡仔，囡仔会问讲，老师这是啥物意思？对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反而啊，加讲是讲，得到这个机会，去甲讲啊，这台语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囡仔就捌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所以甲台语藏伫戏剧内底吼，去推广台语嘛是真好的物件。咱小可难参一两句，因为因就是无迄个基础，若全台语，互因怎直接记住咱即个传统文化，安尼嘛毋是一个办法。对。所以咱推广较紧啊，其实嘛有国小成立即个皮胶戏的即个队伍啊，因差不多是爱开偌久的时间，才有法度培养囡仔来人即个皮胶戏。差不多一个囡仔，差不多就是一档吧，2学期来学习。2学期就会使出赛啊。对，基本的啦，就是伊的一寡动作啊，然后搁有口碑啦，安尼甲框架，差不多是2学期是有法度开始来去。因咧学的过程，敢有啥物物件是较接触到的问题？比如讲，可能你讲要相拍即个动作，可能较无较好人，还是讲咧制作皮胶戏翁仔较困难？应该是讲吼，阮会甲重点放伫讲人翁仔的部分啦，因为制作部分哦，等因较大汉的时阵，伊嘛会使过来制作。啊，是即马讲阮是拢互囡仔全面拢有来体验制作即个物件，只是讲重点是放伫演的部分啦。阮是感觉讲演囡仔嘛较有兴趣，啊做是另外一种代志啊。所以一般一出戏差不多爱几个工作人员落去。哦，若是讲吼，囡仔伫学校来演的时阵哦，一出戏差不多用到12个囡仔，遮尔济。啊，有的囡仔就是讲去电火控制，然后音响控制，啊。一幕内底有差不多有4个人囡仔去演，啊，一届有那5幕、6幕安尼，所以一个团加起来囡仔差不多12个安尼。所以你接受度算悬就对。真爱算，因为感觉真趣味，因为演出来时阵下骹的同学会笑，伊就感觉讲安尼我就赞的。有成就感安尼，尤其翁仔这物件对因来讲，可能嘛是感觉是好耍的佚佗物，这种感觉。嘿，因为大家伫细汉时阵，可能拢有接受哦。我有一个叫宝贝的翁仔，所以自细汉对翁仔这个物件，伊有一个思念伫的。所以阮即马甲伊的这个物件转化到这个皮胶戏。然后伊嘛是一个翁仔，囡仔会讲哦，安尼真好，伊会使甲翁仔
去讲话，甲个翁仔人互别人看，互人看笑亏。咱除了伫即个校园有推广啊，想要对囡仔开始为教育开始，甲即个陪教育文化搁传落去以外，其实伫2017年咱嘛有甲陪教育结合即个音乐剧做伙演出。嘿，即个音乐剧有一项特别啦，这是讲台湾第一部陪教育甲音乐剧结合的，叫做对阿嬷去旅行。嘿，即个内底吼讲到一个魔法阿嬷的故事。即个阿嬷本来就是一个陪教育的师傅，伊晓雕刻。但是即个孙啊，甲伊本来感情嘛足好的，细汉时阵甲伊拢做伙咧演陪教育。可是大汉时阵呢，即个囡仔来北部发展，然后开始接触北部开始做头路做啥，叫就袂记阿嬷。当伊转去照顾阿嬷时阵，才发现讲伊有足侪记忆是甲阿嬷囡仔伊做囡仔时阵，甲阿嬷有足侪记忆是牵连做伙的。即个陪教育啊，伊下届甲音乐剧做结合的时阵，敢有啥物较困难的部分？其实音乐剧啊是西方的物件，陪教育是台湾较传统的物件。这两个要结合的时阵，一开始就是上困难的时阵，就是排演的所在。因的排演甲甲阮配合的时阵，就是因为这翁仔有一个真人伫舞台前表演，伊演到一半的时阵，伊退来到幕后的时阵，才配影才去你内底演伊。所以这两个配合，比如说是演员伊也特别注意这进甲退的所在。咱若个讲到陪教育啊，其实大家可能拢有听过，但是讲要真正看过一出陪教育的机会可能无啦。所以对于培养这种观众啊，老师敢有啥物款的想法？其实培养观众自阮爸爸开始就讲其实就爱对教育来开始做，因为差不多60-70年的爸爸妈妈，即摆拢做爸爸妈妈的人到即摆伊拢是无听过陪教育，嘛无看过陪教育。安尼，伊生落来的囡仔，伊嘛无可能去接触这物件，机会较少。所以，阮即马就是定定咧拜六啊、礼拜时阵啊，然后做一个亲子体验的团，互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来看阮做活动，来体验陪教育。所以咱剧团啊，即阵除了有即个学校的团成，也有下届合作，其他的即种商业的邀请的演出敢有济，就是即阵陪教育的起草到底是安怎的？其实机会是不哩啊济啦，但是伊定定我先讲者，传统团较会拄着的问题就是讲传统大家拢讲传统团你着爱演啥？演大家拢上知影的《西游记》安尼。大家拢看《西游记》，变做大家讲恁陪教育敢会晓演《西游记》共款嘛？其实无，真侪足好看的戏。所以剧情这部分可能是目前团内底较重要的工课，来想看嘛要演啥物款。对，因为阮的团拢是讲阮拢是演较现代的囡仔的剧情，所以爸爸妈妈就讲安尼知影，伊至少讲知影你的翁仔是啥物，你的人物是啥物，伊会感觉讲我愿意来看你演出，来带囡仔来看陪教育，所以即马是讲做囡仔戏是较好做，嘛较趣味。剧团即阵敢有对未来后一部目标，感觉有啥物款的设定？想要试啥物无共款新的代志无？即马。其实阮拢无排斥，拢无排斥啊。如果讲接广告啊，还是讲你讲电影要拍，嘛是拢会使。只是讲你的故事内容是毋是爱讲来推广陪影戏有来帮助，对吧？这是差别伫遮啦。就是希望做啥物代志，拢爱帮助推动这推广。不管是做啥物新的企业，其实拢是望即个陪教育的传承，也是文化会使搁继续传落去。若有兴趣的朋友嘛，会使拢来加入安尼啦。其实阮若无咧看播啊，就是你来问，也是你来学，阮就是拢会甲你讲，对吧？传统戏出拼传承行新路，若要顾老戏迷，培养新的观众，嘛是未来目标。今日非常感谢肖乃成老师的分享。多谢大家。以上就是这礼拜代志外大条，感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礼拜再会。那其实他就感受到说，其实人生原来其实就是一种搏斗，所以他到了矿场来工作以后，他看到这些矿工为了生存，他就必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，然后到坑里面去工作，所以他就会继续来画他们。